112年，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国中学生组先强编号5号起分神录音，本牛肉棚调度李正屯演作。我本牛肉棚调度嘞。2日早晨，去山度顺田水做田色，冇看到路顺嘅作业行有太碰到，又冇生意去东道嘅佢做嘅，佢哋就走來尋我數養。惡細細嘅棚嘅，啱時就俾到牙思維烈烈轉，對得牙眼神啱一路來。我擺得一隻看，啲係牛肉棚，就行到實實走，一片推，一片擺眼神同頭那麼當行嘅棚誒，推到冇棚嘅嘅蔬菜，真感覺到頭那硬，人怪怪，日日行在木卡了一下來，冇結叫我頭那學，眼神。手臂同腋下開始腫起來會痛，條那學感覺就像雲飄到天堂，有本人頭頂肥肥胖胖碰碰夾輕輕，直到條那硬，無法度思考。做把種嘛，碰到像發板一樣誒，樹逼逼，樹枝咪會存唔會叫，草唔吃，水唔得，挨擠擠，真見艱苦。那係有人間，幾時嘅愛應該係帶到地度，那咪。本人送去平遠掛急診，講有10個隻嘅棚誒調到我了後，醫生當認真對我講，一般來講，本牛肉棚調有20陣以上，就可能有生命危險。亞種嘅棚誒無解脫嘅血清，太相當。有時間會引起過敏性休克，也係溶血嘅症頭。前後要先通知亞屋企人，醫生安排調太陽沙、注射同出血，吩咐我先到醫院血一按補，那係有乜嘅唔爽爽，要嚴時講。等我略略嘅問一下。感覺好當到，就上去轉。唔過醫生愛嗌，喺家一下張看啊，前後愛等屙出來嘅尿色又正常，那係變做沉沉嘅奶色，就較麻煩，愛送去太醫院。愛個等冇乜嘅問題，張做得出現，保密。都冇問題咧，醫生還係吩咐講，開嘅藥誒，愛照三傳室，係有那位唔爽爽，就愛趕緊過來哦。全部卡問三副張地，我總共本棚誒調到16針，2隻手臂發炎腫，有拉癢嘅。做事把裝還係風中冇感覺，頭那輕輕上愛睡到半夜見走，讓到人樣上愛同皮延起來，上愛走到骨頭去，食藥嘅、膏藥嘅冇乜嘅好，都好有人小姐講，台灣有一種牛狀菇做得強肝解毒。冇聽說對膨突有效，是嘞，這樣補真神奇，
手好水，唔會用。日下本碰嘅調嘅蔬菜已經結辣咧，反正也條爛擺，又加一擺，本愛免去。給時間，給條碰嘅，我一聲音第3度有極危險嘅。